大家好啊！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呢，應該都會知道前一排咧喺城市大學呢一邊嘅女廁喺洗手間入邊呢，就竟然發現咧係有一個針孔式嘅一個偷拍器啊！咁啊好彩呢，亦都係已經有人發現咗啦，將呢一個偷拍器呢係攞咗落嚟啦。咁但係呢，據聞就仲未捉到嗰個嘅放置偷拍器嘅偷窺者喎。到底呢啲科技咁樣進步法，對於我哋大眾嘅日常生活嚟講係好事定唔好事呢？當然啦，喺正面啲去睇呢，大部分科技都為我哋帶嚟方便嘅。咁但係從負面一面去講啦，當有一啲嘅科技太平、太容易買到嘅時候呢，就會帶俾一啲不法之徒呢更容易去犯案嘅機會啦。咁所以呢，喺日常生活中，我哋呢都盡可能呢係要自己保護一下自己啦。大家都知道啦，啲針孔攝錄機真係好容易買到噶。你去鴨寮街嗰邊，你會望到呢，連嗰啲咁嘅排檔口仔呢，都好容易可以平平地就買到一個噶啦。咁好坦白講啦，除咗你係會做呢啲私家偵探等等相關嘅工作之外，我自己都諗唔到呢，其實正常要買一個針孔攝錄機嘅目的係咩啦？咁當然啦，另外一個正面嘅可能性呢，就係有需要去搜集某一啲嘅罪證啊，所以呢，就特登呢要裝一個針孔攝錄機喺自己身上去拍人哋啊，可能一啲對話啦或者畫面啊去搜集罪證啊，呢個都係算正面嘅。咁除咗以上嘅一啲可能性啦，同埋偏向喺職業又或者係正面嘅用途上嘅，咁針孔攝錄機仲有啲乜嘢正面嘅功能係我哋正常人會買嚟使用嘅呢？大家都可以諗諗啦。既然一啲公用嘅女廁都有機會咁危險嘅，咁其實我哋平日啊去唔同嘅地方住酒店，亦都有咁嘅機會啊，係俾人裝咗一啲嘅針孔攝錄機喺某啲位置啊。咁去得酒店嘅，其實好多譬如話情侶啊、夫婦啊，咁梗係有一啲正常嘅晚上嘅活動噶啦，好正路噶，呢個我唔覺得有咩問題嘅。咁但係如果萬一俾人偷拍咗，又覺得原來一對男女嘅身材都唔錯喎，跟住呢就拎去放喺唔同嘅網上啊，一啲嘅咁樣嘅分享啊等等呢，咁對於當事人嚟講呢，都好冇保障啊，同埋分分鐘成為咗呢另類色情片嘅男女主角啊。好啦，你話喂唔係情侶去喎，只係純粹可能商務式嘅入住酒店啦，又或者去旅行啊，可能兩個女仔咁樣去住嘅，咁應該唔會成為色情片嘅主角啦。咁但係如果你喺沖涼嘅時候，原來亦都係俾人偷拍緊嘅，咁假若你嘅身長翻咁上下，又俾人呢放到網上面呢去慢慢欣賞啊等等，都相當之唔抵啊。既然現時犯罪嘅人有咁高嘅科技去偷拍別人啦，我哋咧都可以利用高科技咧去防止俾人偷拍嘅喎。咁喺現時內地咧有一啲最新嘅一啲防偷拍或者叫做可以揾到呢啲攝錄機功能嘅一啲探測機啊，係唔貴嘅。但係對於咧你去入住酒店啦，去邊度都好啊，因為任何國家嘅人咧都有機會犯呢啲咁嘅罪行嘅。咁另外如果你係要去一啲公共嘅洗手間啊，咁特別女性啦嚇，我相信偷拍男性去如廁應該少啲嘅嚇。咁總之就係即係有一啲公用嘅地方，你係會俾人見到你一啲私隱嘅部位啊等等咧。咁其實你用呢一啲防偷拍嘅一啲儀器咧，能夠檢測到有冇針孔攝錄機啊等等咧，係相當之能夠保障到自己㗎。咁接下來咧，我哋就為大家介紹一下呢一啲嘅保障自己私隱嘅新科技啊。高科技喎，好似話係咪啊？探測器嚟嘅喎，係啊，點樣㗎呢個？呢個係防止俾人哋偷偷地裝監控嘅探測器啊！如果你去到啲酒店嗰度呢，驚有啲隱蔽嘅鏡頭啊等等呢，你都可以用呢一個儀器咧探測到㗎。咁當然啦，洗手間都可以探測到㗎。無線的。怎麼用呢？就如果等於是我現在要探測。對，我現在這裡有一個監控。OK， 就是我如果是沒有監控的地方，它就不會響了，是嗎？就沒有那個攝像頭的情況下，無線的攝像頭情況下不會響。我現在是有，它就會響。OK。第二個模式是那個4G 的，連着4G 或者5G 的攝像頭，這裡也有，同樣會響。OK。然後就是綠燈的話，係磁吸的那種攝像頭。是沒有磁石啊，對，磁石嘅攝像頭，即係佢3個模式，唔同類型嘅攝像頭你都會知道啦，係防俾人去監控啊，咁啊，即係令我諗起嘅竊聽風雲啊。對，還有一個紅外，就比如說那個插座啊，裡面就要是說有隱藏攝像頭啊，這個就可以照的，它就會亮。
它就可以看得到。插桌里面有。对，这一款就比较适合就经常出去旅游住酒店啊，怕被人家偷窥到啊什么，就可以用这个，就比较安全一点咯。OK， 好的。明信要用了。OK， 好。價格係點啊？燙側衣嘅價格是108 OK， 係啦，防俾人監控啊 OK。咁當然啦，每一個科技都有佢嘅正面用途嘅，正常去使用咧，一定係冇問題啫，幫到大家嘅生活啊。好似呢一啲啊，大嚿正常俾人知道你真係睇緊佢，可能一啲保障啊、保安啊等等嘅 CCTV 咧，其實係好有用嘅。下次再同大家介紹啊。嗱，而家咧先同大家講翻，如果大家真係想過嚟購買呢一度嘅產品嘅話，到底應該喺華強北係點樣嚟到呢間店鋪啊？